有民众讲，已经过台北某一场的夜市啊，看到这台加长型的机车，迄个卡大的所在是U长架，超过汽车的长度，感觉真心实。讲这部分是要用来搬厝的，也毋过专家来提醒，讲机车安尼黑白改，可能会影响到骑车的安全，甚至嘛已经违法了。这敢是机车版的鲁夫，一位网友伫面册分享相片，讲经过台北市某一个夜市啊，看到这台车，感觉搬厝的时阵真好用。相片当中会当看到连接车头，阁有车身的卡踏板，横加到一块用红色黏布黏起来真长的棒啊。规台机车都那食到鲁夫的树连果子，红油灯几啊杯，连汽车行嘛毋捌看过。它那么长，已经超过汽车的长度了，人的手也没那么长啊。其实改装车有几啊种，像这台那白色的车体嘛变甲真长，互网友笑讲会当一摆拍几啊个漆啊。不过原来这是为着电影来改造的。阁有网红分享日本改装机车，有的底盘真低，有的后轮真大，甚至伫嘉义嘛捌出现过这台机车的座椅竟然是袂通挂，后壁阁有水箱啊和卫生纸。不过其实根据现行的法规，大台车改装了后，拢无一定会当上路。车身的安全结构都已经改造，它车身的强度不一定合乎我们的安全性。改装机车真怕，不过专家嘛要提醒，若是家己去改机车的设备，嘛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，甚至嘛有可能会违法，爱食罚单，到时阵恐惊都会真伤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